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名人堂，我是侯乃荣。台湾名人堂要告诉大家，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10年的时间，你的生命可以有多少的改变呢？我们今天的嘉宾花了10年的时间，他从台语歌坛的新人变成了台语歌王，而也从庙口呢一路要唱进了台北小巨蛋。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欢迎富凯。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富凯好，今年真的是大丰收的一年啊！大丰收，好多的丰收，拿到了金曲奖，然后又准备要唱进台北小巨蛋。是这个过程有点波折，本来是在年初就要举办的演唱会，对，2月20，然后又到了疫情，到了5月29，然后接着到了12月4号，终于认真的要登场了，一波三折。心情上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现在是紧张居多还是兴奋？可能因为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啦，也是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对我来讲，现在是还蛮放松的状态了。真的假的？因为其实已经准备差不多有90%了。没了惊，就是被惊可能爱比比较怎样？对，但现在是心情还蛮带点兴奋，但是还蛮放松。对，应该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对不对？整个流程啊，嘉宾啊，我在这边很。跟我的演唱会导演说声不好意思，对，因为呢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一演再演，然后一改再改，那歌单我也是一改再改，我就想说一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所以才会演那么多次，对，所以歌单我也一直在改，所以我的演唱会导演就要一直忍受我那个改歌单的这个坏习惯。对，但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对你来讲真的是意义非凡，因为据我所知，其实好几年前你们就有人提说要在小巨蛋办演唱会，但是你当时都拒绝了。来跟我讲3次。然后当时第一次，几年前你记不记得第一次？好像在16年还17年的时候。对，然后就是演唱会公司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就是服务这样子，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说想要找你来开演唱会这样子。对。然后我当下第一听到说在哪里？他说小巨蛋，我说不要跟我开玩笑，人家求之不得，你竟然把机会往外推。我说天哪，不行不行，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累积的不是这么的多，你就心里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然后呢就这样没了。到了第2年，我记得那一次是我跟我妈妈在家里吃饭，然后一样打电话来，然后她说要不要办啊？你办看看嘛。然后我就说不要开玩笑了啦，我还没累积够啦这样子。然后挂完电话我就跟我妈说有人要找我办演唱会，然后谁要找我这样子。然后我妈第一个当下就把筷子放下，你刚刚你跟我发抖。他用激将法没有，他觉得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吗？对，我说当然嘛，不法抖，你买啊。真的妈妈是劝退你哦。他劝退我，他觉得可能火还不够，他可能觉得要你完全准备好，要更累积多一点。对，是。然后到了第3次，是我那时候刚好在拍戏，然后收工之后就跟我的经纪人2个人就走在那个信义区的那个路上，想说就是走一下这样子，运动一下，然后他这次不打给我，就直接打给我经纪人了。对，他就打给你没有用，你都一直拒绝他。我一直拒绝。然后突然间，我经纪人挂完电话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很平静哦，我说好啊，那就来试看看。突然间不知道，所以就是要人家3顾茅庐就对了。也没有啊，就觉得应该可以试看看了。对。你觉得自己准备好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历练够了？还是作品够了？作品也够了，然后当然，因为小巨蛋其实我们已经上去很多次了，对，不是自己的主场，对你也不陌生了，已经不陌生了。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歌手的梦想的殿堂。对。那如果哪一天，我每次只要经过小巨蛋，我就觉得好遥不可及哦，但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就跟自己讲，真的假的？你都金曲歌王提名那么多次了，你还觉得？我还是觉得好像还不够，还不够。然后每次经过就觉得好远哦，好远哦，但心里有一个话说，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所以你还是有这个企图心，还是有啦，基本上还是有。那你觉得最终让你转念的原因是什么？最终转念的原因是觉得，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敲碗，然后不想让自己后悔，是不是？对，我也不想让自己后悔。然后刚好就是，也快要第10年，出道快要第10年，总是要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吧。10年有成，对，真的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对，那我们讲好了，这个礼物你要怎么献给大家？你准备了哪些惊喜要给大家？先透露一点点可以吗？我刚好提到歌单一改再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
因为我的那个粉丝的年龄层啊，其实还蛮广的。那这次最终的歌单是改到希望就是每一个年龄层的听众，他们都有感觉，听到都有感觉，所以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歌，对，我还要唱日文歌，因为是爸爸的要求。哦，对，因为我小时候唱日文歌是爸爸，自己去书店买书回来，然后叫我背那个50音。对，然后所以他有要求一定要唱日文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前辈致敬的歌曲。对，就是都会在其中。你刚才讲到前辈，其实你这个歌坛的路啊，有好多前辈照顾你，真的，包括了二姐江蕙，她还特别为你这次演唱会还出声哦，她已经封麦5年了，对啊，还特别录了一段话送你，很感恩，真的是很感谢，对，而且我当时听到的时候，他们是说他一口就答应了，然后马上约时间就说要进录音室帮我录那个 OS 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个 CF 广告出来的时候，有给他看，他说没办呀，就喝了呀。所以你们私底下还是会联系的，对？有出去吃饭，因为他知道你要办演唱会，所以他想说就是在演唱会之前会帮你就是打气一下，对，所以她是个很温暖的大姐这样子，对，那我们讲到这个演唱会，你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例如说，有的人就是特别每天会去开嗓啊，可是这对你来讲应该已经习以为常了。你有没有特别健身之类的？健身是有啦，但是一波三折嘛。可是演这么久也应该练够了，肌肉应该练起来了。我没有追求说什么要几块线条什么的。我之前看专访，你那时候有在练腹肌耶。因为我想说，穿衣服总不能有一个大肚子在那边不好看，所以就希望自己可以就是结实一点。那现在呢，成果如何？明天还要去运动啊，每天都一直在去运动。对，但是希望就是自己体态好看，站在那个舞台上可以让你觉得说，许富好像不太一样这样子。对 ，OK。但是你们说肉什么那个是没有啦，没有打算是不是？没有，我们今天也没有 special 可以看。No。太可怕了！天气太冷，是不是？没有准备。摄影棚冷气比较冷。好了，不要闹你了。如果真的想看到演唱会，看看有没有机会这样。我是个很能来风的人，真的哈。反正你们12月4号来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所以想办法拱你就对了。好了，我们好看的留到后面。谢谢。好了，我另外问，就是说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今年是你大丰收的一年嘛，就除了演唱会之外。你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这个金曲歌王的讲座，我觉得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肯定是很大很大的肯定。第7度入围才终于拿下来，我想你谈谈这个过程中间的心情好不好？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入围金曲奖的时候，我抱着的心情是一个去参加 party 的心态。哇，就是没想到我竟然可以进来金曲奖的会场。然后看到我很想要见到的这一些歌手、大明星前辈们这样子，然后也这几次之后，到了第5次吧，我就觉得，可以认识这些音乐人，对我来讲，在音乐的这一个路程当中，很多的收获。那到了5次之后，就觉得，是我哪边出了问题吗？音乐上是哪边有问题？怎么，这个奖项还没到我的手上这样子？你有没有失落到觉得很低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你知道呼声很高，但始终都讲座没有到你手上。我都很不好意思对这一些一直安慰我的人，他们每一年都要安慰我，但是讲的东西基本上都一样。我的心里想说，哇，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每次说下次就是你的啦，什么什么的，不要太难过了这样子。对，所以他们都已经不知道他想什么话来安慰我了。那你自己呢？我其实我自己消化的很快。我可能当天那个晚上，可能就是躲在自己家里的厕所，然后坐在马桶上就沉思这样子，边听歌。没有大哭？哭不至于，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哭解决不了事情，倒不如你去正视它这样子。对。但你知道，等候的果实是甜美的，还是终于拿到了这个讲座。我觉得你那天在台上的感言很感人，真的，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情绪很激动。对，就是终于到手了。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一张10歌专辑会入围，因为它是一张翻唱的专辑。当然，之前也有一些专辑，翻唱的作品有受到肯定，但是对我来讲，我没有抱了这么大的期待或是期望，但没想到就真的入围了。那
我每一年只要到入围的这一段过后，我都会想说，就参加吧，去看看吧。对，反正结果最坏也就是跟之前一样啦。对，那没想到这一次真的喊出我名字那一刻，突然间你真是脑筋一片空白。对，然后很多人都问说，那你当下心情是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当下要做什么，我只是想到我后面我要怎么上台之后我要干嘛，我要干嘛？要讲什么？是不是？我反而是想流程我要跟谁拥抱一下？对，他们像黄山亮亮哥、耗子哥等等的，然后到了舞台上，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很当下很直接的那一段感言，是很直接的。我也不知道。就是脑子里想说有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对。时歌这张专辑你是翻唱了好多经典的歌曲嘛，对不对？然后你后来其实，在最近你也自己尝试着词曲的创作，做了一首叫《无声》，词曲自己包办，对自己包办。这首歌后面有特别的意义，对不对？对，其实这一首歌当时第一个出发点是写给我外婆。写给外婆。对，那是在疫情那3个月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因为不能出门。那你在家里就只能比如说就学习一些厨艺啦，整理家里啦。那当然，身为一个歌手，你最多的东西就是 CD。那有一天吧，我就在整理我家那个 CD 柜，突然间就跳出了一张很薄那种 DVD。那张 DVD 其实就是我外婆告别式礼仪社烧给我们这些家属的那个光碟，要给我们做纪念的。然后突然间，我记得，因为我外婆是我在出道第1年走了。那一张光碟我从来都没有打开看过，但是它封面是一个我外婆的那个照片。然后当时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蹲在那个地上，就看着她，我想说，你会想到以前小时候你在在外婆家，然后跟她相处的那一个过程。对，那我那一天晚上我想说，好，把那个情绪记住，我要把它变成一首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我想要对她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送给他最好的礼物了。我觉得非常好的，对，因为不管他有没有听到，但是对我来讲，那是我对他的思念之情。对，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所以我们来听听富凯在这个词当中你怎么写对外婆的思念，好不好？你唱一段你觉得你最有感觉的，让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好，那我就唱我那个第2段的主歌，那是我的画面。好，门口的孤单。纯粹我甲你作伴，想起着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定定在笑脸，离乡的囡仔，毋望伊的身影，紧转来甲你看。对。声音真的好美哦！所以可以听得出来，从这个词，从这个曲听得出来你对阿嬤的思念。对，第2段我会这么写的原因，是因为我外婆住在屏东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外婆家附近都是砂石车。对。所以我是说，人老的时候一定要有邻居。那他旁边也没有什么邻居，就是一些修车厂这样子。对。那我记得那时候他还在的时候，我每次只要开车回去，那当我要从外婆家离开，他就会一个老人家驼背，然后就走着出来，然后坐在那个我以前外公种的那个芒果树下，就拿一张椅子在那边坐着，就目送着你离开。然后我都会从后照镜看着他那个身影。对，那他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聊天。你说家里的小孩其实都出去工作，可能到很晚才会回来，或者是说他其他的孩子都住在外头，对，也都不常回来，所以我觉得他是需要人家跟他聊天的。对，那我最印象深刻是我吃过他最后煮的一道菜，是一个酱油炒饭。对，那时候他已经身体出现状况了，但我回去他就很开心嘛，他说：“你等啊，你也没嫁对不对？一起拿没嫁，想要煮东西给你吃。”他想要煮东西给我吃。那当时因为他身体出状况，所以他的味觉已经都不是像正常人的味觉了。那我看当他炒出来那一个炒饭是整个是黑色的，酱油放太多，非常多。然后我就吃了第一口，说：“天哪，这个我再继续吃下去可能要洗肾，因为太咸。”对，可是我事后想想，我好后悔哦。我应该要把这一盘炒饭吃完的。
不管怎么样，配开水也要把它吃完，是不是？对我喝开水，我一定要把它吃完，因为我当下我吃2口就把它放着，因为真的对我来讲，可能我真的没办法再吃下去。但是我好后悔，这是我一直很遗憾的事情，就是那一盘炒饭我没有把它吃完。我觉得阿妈会懂的啦，就是你也很孝顺，然后我觉得你也很念旧，因为在这个 MV 当中，你还特别回去自己拍，对不对？拍那些小时候的情景，就回外婆家，然后拍一些影像这样子，然后拍他以前曾经，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他坐在门口的那个画面的那个景象这样子，对。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你不只是局限在唱歌这件事情，然后你想办法在 MV 当中带进自己看到的东西，然后后来还就是前一阵子还接受了戏剧的挑战。对，你还去演了有台的孟婆客栈，然后秋寡喜是不是？秋寡喜哦，这个也是一个，你本来就会吗？完全不会。你本来不会。我们唱台语跟唱寡喜是两回事。两回事啊！以前就听过说新卡北北照三关这一些而已，但是那个就是很皮毛嘛，就是大家都会唱的。对。那这一次真的就是要唱歌仔戏，认真的要唱歌仔戏，要认真对，但是。当然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传统的那个戏曲这样子，还是有一些改编。但对我来讲，那也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最难的点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先录音。说真的，我是戏剧新人，对我完全没有这么深厚的戏剧的那个功力。那在这一部戏里面，很多的前辈，比如说蔡真的南狗、唐美云老师、方欣欣姐，对，美秀姐，方佑兴这一些都是我的前辈，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压力爆表，瞬间瘦了不知道几公斤，真假的？然后那个服装妹妹就说：“你不要再瘦了，你那个裤子已经缝到。”她很难借，她很难对。然后我觉得最难就是因为要先录音，那我们先录音之后才去拍嘛。可是导演就说：“你唱不能唱这么美。”你不能唱这么好，太完美了。对，如果要进去拍戏的话，你不可能是用这种情绪。他怕大家只听歌不看戏了。他说你那个声音跟你的那个表情会接不起来，跟你的演技会接不起来，不像在讲话，对不对？然后我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还没进去拍嘛。然后当时我一进去的时候拍了，就我懂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了。对，我可能这一场戏我要哭，但是我不可能在这个歌里面有唱得很，唱得很美这样子。你还是要照那个情绪走，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对，你要自己揣摩。对，其实我觉得唱歌对你来讲一定难不倒，因为你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唱，在爸爸的要求之下。爸爸你小时候他很严格，对不对？非常严格，他是家里扮黑脸的爸爸，所以你小时候挺怕他的。我们可以一天都不说话的那一种你看我对他有多敬畏。是因为他在唱歌上太要求你一直练，一直练。我们家有3个小孩，对，那其实都跟妈妈比较有话聊。那爸爸就是很威严的那种爸爸，然后他本身就是外表长得很有距离感的那种，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外面反而跟其他的别人家的小孩可以玩得很开，但是跟自己家的小孩就会比较用严肃的方式对待这样子。爱之深责之切就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唱歌，他真的是非常严格。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是最让你那时候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什么？小孩子有惰性嘛？对。那我爸要求我每一天都要练2个小时的歌，放学回家就是卡拉 OK 机把它放下去，你就是准备要唱2个小时，唱到晚餐的时候你才可以休息。不是先要求你写功课，先要求你唱歌。对，先这个先不要学要写功课。就是他要求看到你的天分了啦，我觉得。对不对？他其实我爸一直说，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到最好。对。那你那时候有这么爱唱歌吗？我那时候喜欢唱歌，但是我没有想说我要把它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啊。然后当时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已经去把那些什么卡拉 OK 机啊、音响都买回家，我突然间坐在那边想说死定了，感觉我以后日子不太好过了。对，果不其然，就是一天规定你练2个小时。然后1个礼拜要去老师那边1趟学唱歌，回来你就是要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我们老师那时候都还会教说，你每天要坐着就练气，练你的肺活量这样子。对。那小时候有惰性嘛，就坐在那个按摩椅上面，然后就练就睡着。然后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爸都会在他的那个书桌上面写书法，然后你就看到一个眼神
很厉的眼神这样看着你，然后就好讲，可怕哦！他用很冷的语气说：“免冷啊，后背板免去啊。”你怎么办？那你就是这不寒而栗，知道吗？真的赶快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心里都发凉了吧？发凉了。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每天在练唱的时候，你只要破一个音，唱错一个字或是走音，他就会坐在后面，然后在那个躺椅上面，然后一样一个眼神就杀过来，你都不用讲什么，你就是重新再唱一次。所以，但是你这过程当中听起来你也都没有反抗，对不对？你没有曾经有正面的曾经有跟他说我不练了，有吗？有一次是到了假日，对，到了假日，然后我想说，我假日我就是想要有自己的时间，想要休息，都已经回那个阿嬷家，是想好好玩一下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回去阿嬷家，我还要继续唱歌给大家听？然后突然间就爆炸，我就自己突然间情绪就崩溃。你这样跟他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哭了，然后别的我表哥表姐都在外面骑脚踏车那边玩啊，我这边为什么要在那边唱歌，好像走唱人生这样子，然后唱就哭了，然后我爸又一样，靠啥？进门在靠啥？卖唱，然后结果我就崩溃，跑出去外面，当时我爸赏了我一巴掌，对，然后就啪，出去卖唱，然后是我外婆是我奶奶还那个外面说，后来一天爸爸还会可以唱。你心里没有很万谈吗？想说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小时候很万谈的，对，小时候好气哦。我说我为什么要唱歌？唱歌不是一件要很开心的事情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对。但因为其实我们家的人都很怕我爸，没有人敢反抗他。你看连我阿妈都出来说后来你可以喝酒。对，所以你没有什么其他选择，而且你们家不是走爱的教育这个路线，对不对？而且你从小超严格，然后到国中才吃到麦当劳，才吃到素食。对，才吃到那个麦当劳。然后也没有什么说啊，你好棒，唱歌得名了，带你去给你买个礼物什么之类的。完全没有，没有这回事。你的童年好悲惨哦。真的是那个什么铁的纪律哦。真的。军事教育，很多人刚入行说啊，你逃给扣上。哎，就怕什么什么的，他对我反而没有这么严格的，或者说情绪都没有。记得那时候我的发型好像有一根不知道是飞到哪边去吧，我那时候在彩排，突然间麦克风一拿下来，他又冲手刀，冲上来，然后直接从我的头发这样子，咚这一用上面逃猛，根本的我被用什么的，然后就帮我调整这样子。家里以前是开美容院，对不对？美发，对，美发。你自己高中也念美容美发，对。后来怎么会没走上这条路呢？除了小时候爸爸很严厉的要求之外，因为我爸妈他们有一个观念，觉得说人要有很多的一技之长在身上。那当时我妈他们就是做美发，从我5岁开始，不止哦，我还没出生他们就在做了。对，那小时候就耳濡目染，他们每天在那边剪头发、吹头发、烫头发。然后到了高中，想说啊，那我要读什么科系啊？然后说你去考美发科啊？啊，白天我唱歌，你可以当去讲头毛。能给你跟好啊？然后我跟好啊，我讲好啊，然后就去了这样子。然后到了出了社会，一样我也没有做这一件事情。我就去驻唱。对。然后驻唱之后才开始。去比赛，参加比赛，对。但驻唱那段时间，我想问一问，说对你来讲有什么最大的影响？什么？那时候应该一开始也蛮辛苦的吧？很辛苦，非常辛苦。我家也是住旗山，对。那要到高雄市，其实你开车要40分钟的车程，每天都这样子。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因为我是歌手，对，我会唱歌，但是你说乐理这个东西，其实我很少接触。所以你看不懂谱，对不对？当时看不懂谱，当时看不懂。对，那每一天那个我的领班，他就说你一天要唱13首歌，哇，13首歌。然后因为我是在舞厅驻唱，对，所以任何的节奏的舞曲你都要会唱，比如说恰恰、吉鲁巴、探戈、华尔兹等等的，你都要会。你还不能挑自己会唱的就好了，你要有节奏性，各种都要。对，要有节奏性。
然后我想说惨了，这个我刚入这一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还好遇到我的那一些团员老师们都非常照顾我。那其中那时候我记得刚去的时候，第1个礼拜我就打退堂鼓了。为什么？因为我妈妈每天都会陪我去。然后因为我看不懂谱，我不知道怎么下歌。以前唱卡拉 OK 唱习惯有那个圈圈会在那边动动动哦，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下歌。可是谱乐队啊，看不一袂叮当啊，你要安怎？然后有时候都还下错歌 ，key 还写错，有时候变成女 key 怎么唱，好像杀鸡，你知道吗？然后唱到后面那个乐手老师有一个比较严厉的，他其实人很好，但是他就是爱跟你闹，所以他那时候我唱到一半的时候，就到后面你写唱啥，然后不是有那个响板，还跟鼓棒，他就直接丢在地上，就觉得好煎熬。这你那时候应该觉得被欺负吧？是不是？我自己也不对，但是我觉得不要这样对我嘛。对，才刚刚来而已，就这样吓人家。然后我那时候就开车回家跟我妈说，我刚刚迄个所在吼，无啥适合我。你看安尼吼，有人会食薰安尼吼，可能迄对我哪有影响，我刚刚是卖去好啊。你理由好多。对，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明天还是去。但是那个薪资真的很低，不多，我一天好像只有600块。一天600块，唱13首歌。唱13首歌，对。但是我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我学到好多东西，不管是在乐理上，还有看到很多人生的百态。对，在那个欢场当中，就觉得，哈，原来有这么多辛苦的人在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求生存，对，也是一个磨练哈，一个磨练。所以他也帮助我唱歌后面感情的投射，对，所以我好谢谢当时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讲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跟很多的磨练都在那个时候，然后瞬间成长。所以也难怪后来你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很顺利，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哎，奇怪，许富凯年纪很轻，怎么声音里可以有这么多的故事跟感情？一大部分是生活历练来的，是不是？你知道那个看多了。有一次我去上蓝心湄西北姐的节目，他说我如果不看你的人哦，我都以为你44岁、50岁了。对，对，可能因为你小时候唱台语歌唱多了，那以前的台语歌当然就是比较悲一点，比较悲情，或者是烟酒比较多一点，什么看窗外你就要怎么样？对，那所以会累积我那时候唱歌的模式就会比较苦一点，对，比较怎么说，成熟一些，就是那个情感比较重，比较重，对啊，他们说我那个味听起来在我这尴尬，对，哎，那你后来其实算是顺利，对不对？从比赛到过20关过了，聊一聊那段过程好不好？比赛那个过程对你来讲辛苦吗？我觉得我不辛苦，妈妈比较辛苦，因为妈妈每一次都要陪我去。从旗山到台北吗？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都只能坐那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统联啊那一种客运这样子，然后就北上。然后那时候比完赛之后，又要搭夜车赶回高雄，没有在台北住就对了。除了因为我们都是星期六彩排，星期天录影，所以会在台北过一夜。但是因为当时也没有真的，我是说我只要每次经过那个台北车站，我画面就会回来，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余的钱可以去住好的饭店，你只能去住旅社，对，然后。就可能一个晚上几百块的，然后可能那个门都破掉的那一种，就是浴室门都破掉，然后那个床都已经发霉的那一种，都会有味道的。对，那一段期间我是这样过来，那我很感谢，我说真的，那一段期间你才会更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对，那我说比较辛苦是妈妈，对，因为她每一次都要陪我上来，然后照料我的吃啊，护我的嗓子啊这样子，所以她是真的很辛苦。哎，你到后来就是今年又拿下了歌王嘛？你这过来，你刚才说很感谢妈妈，你有没有机会跟她说出心里的感谢过？我们家真的就是很传统的家庭，我们从来不说妈我就爱你，爸爸我就爱你。今年今晚给你机会，今晚讲。无啦，我要跟你讲，真正做多谢你，然后你跟爸爸自细汉恁教我栽培，然后陪我感觉好佳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恁两个伫的。对，我会继续打拼。真的就是没有他们这么坚持，然后这么严格，这么努力。对，其实你
说不定很难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我有时候回头看，我都好谢谢他们帮我把这条路安排的这么的好，对，这么的顺。然后如果真的没有他们，也真的没有现在坐在这边的许富凯。对。那你在那个选秀节目当中啊，其实你还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生的贵人是寇桑，对不对？哦，你每次提到他都泪流不止，你对他心里的感谢也真的是很多，一路这样提携，对不对？对，因为你知道吗？以前我在看还没出道的时候，在看一些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节目，有时候会访谈到他，就是问到他。对。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哇，有一天我一定要跟这个老先生认识。对我有一天一定要跟他接触，真的，我觉得真的吸引力法则。出道之后，去比赛，然后去上他的节目去比赛，然后他出道之后，他变成我的老板，我就觉得这个缘分很深，很奇妙，很奇妙。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大小孩，对他其实很可爱，很可爱。然后他每次都会，比如说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去找他，因为我们都会去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来在外边啊，他听歌嘛，你敢不知道我前面没听这首歌？我不知道啊，这首歌你不知道是安怎一样别人在写。天南地北聊。对，他就会跟我聊。然后比如说我要发片之前，我都会把歌词拿去给他看，然后他就会拿着那个铅笔画起来。这句我是刚刚好，唔免你去跟人，就是我们总经理，你跟人总经理讲，这句快能改掉不什么什么的啊，这句啊唔免啊。他很可爱，他很希望有人去跟他聊天，尤其聊音乐，尤其聊台语歌，他更爱。他很爱。对。那你印象当中有没有？因为你口中的他感觉很和蔼可亲，但是有没有你印象中他对你最严厉的教导的一次？有没有？他对我很少严厉，真的。他很疼爱，是不是？他对我真的是，很多人刚入行说哈你逃给扣上，哎就怕什么什么的，但我还真的看过他在录影现场真的有生气发飙，对发飙，就是把那个大字报揉一揉，然后就直接就是往工作人员身上丢。然后我想说哇，传说中真的寇草的脾气一来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他是希望事情好嘛。那他对我反而没有这么多，这么严格的，或者说情绪都没有。对他反而会好声好气的跟你就是好好聊这样。他对你好特别哦。他对我很特别，然后他对于美的事情很看重，比如说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录影，他有自己的一个包厢，然后会有一个 monitor， 就是他要随时随地看那个光对不对，因为制作人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发型好像有一根不知道是飞到哪边去吧。我那时候在彩排，突然间麦克风一拿下来，他又冲手刀，冲上来，然后直接从我的头发这样子，咚这一用上面头毛，根本就被用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帮我调整这样子。他自己出手帮你调整发型。对，然后你的头就这样子一直被他就是这也太可爱了吧！他很注重细节，对他很在意细节。后来弄的发型到底有没有好看？就被他弄松一点啊，对他觉得有一个缺洞，不要那么死就对。对，他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那你印象当中哈，你觉得他对你影响最多的是什么？在台语歌表演这一块，唱歌的方式，对，因为他以前都跟我说，你唱歌哦，就是红共赶快。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意思啊？红功就是一个很大的，对，就是说你的那个中气十足，很十足。但唱歌你要记得会收，你才会有那个层次跟那个柔软度。对，不然你如果用一种很军事的方式唱，很直接的方式唱，那首歌就会变得不动听。对，这个是他一直在，不仅仅是我的，连我经纪人都被他耳提面的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对，就是他对你来讲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爸爸，是不是？对，他是另外一个爸爸，然后。他对我来讲影响最多的是对台语歌的坚持。我从他身上看到他一直想要把台语歌，希望不要断层，所以他才会这么积极的做歌唱比赛这个节目这样子。对，那我很佩服他的精神。对，他的精神是我觉得我每次只要进公司，远处就听到他在听歌，他每天都在听歌。对，然后每次都要说这首歌你会晓无？你爱偌久的时间才能练好？对，所以我很多的歌其实也都是这样子被他
逼，然后去学这样子。对，所以要很谢谢他了。对，然后另外一位非常欣赏你的前辈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二姐江蕙，我觉得她对你也是有这种知遇之恩，她很惜才耶非常的惜才。对，尤其我们都是唱台语歌起家的歌手，所以他对我来讲，我很谢谢他很多机会他都给我。然后比如说有一年吧，好像建国100年，有在高雄市主管办了一个很大的演唱会，然后他当时就找我去当他的嘉宾。我想说，天哪！那时候你还在比赛哦，我比完赛过关了。对，那那个场子4万人，哇，人生第一次站在4万人的舞台上，你不知道，我光看那个升降台，抬头一看，全部都是人，脚都在发抖。然后，但你还是要把它唱啊，因为唱完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对。但是唱完之后，他就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说啊，你很多啊，唱呀诺。说什么时候再跟当调境姐什么什么的，对，他很 nice。台语歌传承这一块，他有没有特别跟你讲些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要办那个封麦演唱会之前，跟他碰面，他就说拎起来了，叫我们这一些唱台语歌的晚辈赶快起来啦，他要退休了，他真的要去休息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当时想说，哎，二姐不要开玩笑，怎么可能？对，然后结果没想到，他就真的要封麦了。对，那他一直在。对于我们这些唱台语歌的人，非常的照顾，非常的关心。对，就像我要办演唱会之前，他都会说，哎，找傅凯出来讲，我有一些事情他就是跟我讲这样子。对，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的照顾。对，我说我妈妈是你的粉丝，然后她现在在癌症末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请你来看她。她窗台旁边上面就放了一个收音机，我那时候还没发片，是他女儿跟他儿子烧录那个我在比赛过程的那些歌，然后每天让他这样听，对，然后他看到我是眼睛炯炯有神的，他很开心，就觉得啊，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去影响这一些人。这个新人的历程当中，一直到站上这个金曲的台语歌王的这个舞台哦，我相信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啦。有没有哪一个舞台是你觉得你最难忘的？我应该是这么讲，我的粉丝长辈居多。对。那其实，在2、3年前吧，我是办一个巡演，就是北中南有一个巡演这样子，然后到了那个桃园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说，演唱会有一个桥段。就是希望大家点歌，然后你们传讯息给我，然后跟我讲这首歌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的原因跟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要从北部坐高铁去南部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习惯就是把手机打开，然后看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脸书私讯，结果就真的有一个。我的粉丝，但我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然后他说，我想要请你，唱那个陈雅兰姐的《邦文吉雷郎》这样子。然后他就下面写了一个很长的那个文字，然后说，因为我点这首歌的原因是，我很年轻的时候跟我先生就结婚了，但也是生了一个小孩，但在小孩出生没多久，因为一场车祸他离开了。那当时他是为了保护我们母子俩，所以就保护他们，然后就这样离开。他写到一句我觉得好酸的原因的那个点，他是说我每天都在期待他虽然走，但我每天都在期待说我会在世界的某一个转角我就会遇到他。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崩溃泪崩，在高铁上面，在高铁上大哭。那时候还不需要戴口罩，对，默默把口罩戴起来，然后就哭。然后说太感人了吧。然后说哇，我一定要唱这一首歌给他。然后他就真的到了桃园的那一场巡演，他有来。然后他后面还有文字写说，我现在癌症第2期还是第3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席你这一场那个演唱会，但我会跟我的医生讲，希望他
可以放我去看你的演唱会这样子。好感人哦。对，那时候我就真的在那个现场唱了这一首歌，然后他有来，那我就听人家说，当时这首歌的前奏一下我唱的时候，他就崩溃了，就在那个观众席大哭。对，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很难忘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想到可以用自己的歌声，然后去影响到他。或许他那时候当下他就哭了，但是哭完之后，我相信他是会很舒服的。当然，但尤其他现在给我的感觉，他已经抗癌成功，然后每一次只要有活动，他都会跟他的这些我的粉丝姐妹她们一起出来追星。所以或许是你的歌声给了他力量，我觉得。对，那其实我有去看他，当时他在做化疗的时候，对，因为我想说，人只要看到你最喜欢的人事物，对，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很多力量。所以我就当时问了很多的粉丝们，我说他在哪一间医院，我想去探视他这样子。他一定是超级开心的看到你，很开心啊！这种事情不是没太多了。那我记得我在出道第1年也是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也是一个女生，然后就传讯息给我，她说我妈妈是你的粉丝，然后她现在在癌症末期，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请你来看她。然后我就记得我跟我的经纪人拿了水果到了3军总医院去看这一个妈妈，然后一去的时候，我的经纪人还在那个门口跟我说，你是来探视病人，你不能哭哦。我说好，尽量。然后因为我是个很感性的人，那我就进去，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最边边的靠窗的那个病床。然后当他把帘子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他已经末期都已经消瘦了。但他窗台旁边上面就放了一个收音机，那个CD player 这样子，对，一叠的那个 CD。我那时候还没发片，是他女儿跟他儿子烧录那个我在比赛过程的那些歌，然后每天让他这样听。对。然后他看到我是眼睛炯炯有神的，他很开心。然后他先生就在旁边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对。他就很开心，也觉得哦，你真的终于来了这样子。然后隔没多久探视完，有一天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录第1张专辑，对，也是在讲亲情的一首歌。对。然后我就从那个录音室坐车回我家。对。然后他女儿就传讯也是跟我说。谢谢你来探视我妈妈，她在今天的几点几分已经离开了。然后她有交代我说，她的告别式现场一定要播着你唱的歌，陪她走完最后一程。我也在那个公车上面哭，就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去影响这些人。所以这应该是你没有想到过的，就是你用歌声可以跟这么多的人的生命有产生交集，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缘分好得来不易哦。而且是用这么好的缘分，用自己的声音，老天给我的声音，然后去影响这些人。对，我觉得是用音乐的方式传递这一些很正能量的，或是有时候人家听到这首歌会哭，但是哭一哭反而是好事嘛。温暖跟温度是我一直想要在我的音乐作品里面存在的。我了解你一开始进演艺圈，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对不对？你整卡给那来带把怕表，其实你很多可能这个圈内的规则你也没那么懂。你后来怎么样让自己慢慢的融入，然后调整进入状态？旁边要有人教，有人带。对。那当然你要自己去到这个职场上去接触，你才会知道说你要怎么调整。那当然我们也遇到很多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嘛。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当下，以前不懂，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你现在事后想一想，你转个念再看，对，它其实是有助于你成长的。你也觉得说，以后你对待你的后辈，或是你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你不能有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些波折走过来，你就觉得说还好是他们在教会我很多的事。就是有时候其实不是坏事哦，对，不是坏事，它其实是给你生命更多的礼物，对，礼物跟学习。
对，你这一路走过来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改变最多的地方？然后你觉得最开心？目前你觉得今天的许富凯让你觉得最开心，然后最没有愧对过去的掌声跟努力的时刻？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一颗种子，它叫初心。对，那一颗种子它一直在发芽。对，那我希望它可以越来越茁壮，然后不要忘记它，你内心的那一颗种子，因为它是当时你最喜欢唱歌的那个许富凯。对，你永远记住这件事，保持初衷。那对于唱台语歌这件事情，你未来还有些什么更大的想象吗？想象你肯定是会继续唱下去的，我相信。其实我在这一次就要封麦了，明天继续，卖明年会我给各位继续唱，明年会继续唱啦。对了，明天继续唱。因为音乐真的是歌王都拿到了，你还有什么要努力的？对我来讲，音乐本来就是海纳百川嘛，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形式都可以去挑战。但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就跟我的经纪人讲，也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讲，我说我希望我现在做的音乐是有温暖跟温度的。对，这是我的出发点，就是温暖跟温度是现在社会最缺少的，所以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传递这一些很正能量的，或是有时候人家听到这首歌会哭，但是哭一哭反而是好事嘛。刚刚有讲到，对，温暖跟温度是我一直想要在我的音乐作品里面存在的。今天真的很谢谢富凯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呢，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天赋上继续加分，不断的发光。我真的很谢谢富凯带来这么多温暖的好音乐，谢谢，也祝福你呢未来发展可以越来越好，带更多好音乐给大家听。谢谢富凯，也祝福你演唱会成功。谢谢。台湾名人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上 Podcast 的搜寻，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富凯，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一个人的梦想或许不值钱，但一个人的努力会非常的值钱。